大家好，娘咪来查这个龙德山。龙德山是东方白先生伫咧1990年代所完成的一个台湾大和剧小说。伊伫咧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娶阿信的故事，所以这应该是值得咱台湾人来个认捌啦。因为过去7、8、10年以来，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，主动台湾，主动嘛，反正就是无要互台湾人知影台湾人真正的历史和过去的遐个先带5类基心必异啊，无效我就甲干掉当肥料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只要是实名者，拢毋是好心的人啊。有当阵啊，实际拄着的时阵总是拢伫咧原地默默受，未必然是好代志啊，甚至会使讲歹代志。好，我对东方白即个龙德山的小说，阿尾也有甲伊称做戏剧，即个部分，闽西派算讲品质袂歹，伊该讲什么语言就讲什么语言。虽讲伫咧看的过程，发觉到伊中啊，敢有一寡叮当去，迄个叮当我就讲，毋知是因为要去别所在卖即个戏出来是安怎，煞讲出来话语和实际上有真差呢？总是看你是用什么角度吧？你要用日本、用台湾、用中国的角度来看遮个代志，遮个事者、卡者，所以你伫 YouTube 顶管应该会使找到一寡资料，再分享看卖啊。好，安尼，咱就来甲读落去，要读到即个龙德山的第2部曲的第6章，应该算贯中路吧，第13集啊。这个13集是安尼若有机会，我看卖啊，佫有啥物物件来分享。好，安尼应该呢继续读落去，因为咧，你这教死囡仔，虽然讲是查囡仔，嘛使叫教死囡仔，也迄叫做虎姑婆。当然，虎后壁迄个乌的音有真侪所在有迄个什么阳元音，什么音有一寡真差，迄我学袂落来。总是你读念的时阵嘛，可能有小可真差，还是颠倒去安尼。因为惊为着虎姑婆的代志去互金姑娘发徛，这一暗，大家拢咧等，这个战战兢兢，可能也是徛伫咧外国人的角度，当阵啊真正毋知教授有学这个事啦，所以看卖到底是安怎讲。大家就尿尿出，困袂加做。第2天搁加农民，咱时困，困大滴，陪白塔安尼。困毋起来，困袂起来，困，困，困，所以应该是讲，这一暗大家拢尿错，困袂加做。第2天搁较毋敢咱时困，互金姑娘来催。大家毋若真早就起床，搁认真跪咧床边做早祷，祷告金姑娘毋通甲因处罚，而且搁将棉被读甲整齐，整齐，读甲真齐。使命感以及牙龈的问题，还有防治。当然是伊的中文的讲法嘛，吼。
整整齐齐。真济，真真济，济济济，济济济，真济真济，贴甲真济，贴甲真济，胸口。佮将棉被贴甲济济济，衫嘛挂甲好势好势，手面紧洗洗咧，头毛洗好好势，就紧走来饭厅。大家也已经伫咧走廊看到金姑娘，敢若看到伊诶面热热，真有把握诶相款，只是无啥动静。一直等到所有学生拢伫咧饭桌顶坐后定，看到庆宴的门和桌顶吹甲小可咧准的人板着脸孔，胸有成竹。板着，这是算一句话，甲我都差点。板着一张脸。一张脸，生气的板着脸，面恶面臭，西面哦，所以可能板着脸再结一个西面就对了。当然叫迄个技术来查，所以可能是庆龄板着脸嘛，庆龄真严肃。面极斑斑，极体斑面，剃皮面，面啊臭臭，哦，板着脸，面啊胸有成竹，所以好过无，所以当然老师是无一定会遮尔无度量吼，敢会使安尼讲，我毋知。这里就是迄个语境上风啊！大家朋友罔听，有兴趣应该是去看戏出，较趣味啦。龙德stra民秀甲伊拍做戏出，YouTube 我那个找得到。胸有成竹，真有把握。大家也拢已经伫咧走廊看到金姑娘，看伊面啊臭臭，真有把握。只是无啥动静，一直等到所有学生囡仔坐伫咧饭桌顶，看到庆宴的梅和下仔啊吹甲小可咧准的吹卵，和插甲香杠杠的土豆，金姑娘就来到饭厅的门骹口，大声讲：大家小等才食饭，先出来运动场排列，我有话想要对恁讲。每一个学生囡仔立息。真无情愿离开饭桌，一个经过金姑娘的面头前去打害啊！这绝对是为着好古堡的代志，要叫咱发起。行离开金姑娘10外步的时阵，那是偷偷对边的韩潮讲：严啦，就叫你唔通讲好古堡，你搁讲。韩潮目头夹夹伫甲伊列队排好队，所有学生囡仔伫咧运动场后壁。头水水，来到队伍头前，来回顺3届，才雄雄停脚步，抬头起来，手举向运动场对面草埔的一只椅仔，对大家讲：迄块椅仔是啥物人摕出来？为什么坐煞无搁摕入去教室内底放咧？是啥物人举手？规阵的人一阵的嘻嘻哈哈，一阵唏嘘蹭蹭的啊！规阵的人一阵蹭蹭，偷偷伫闪内好，煞看到内好嘴咪咪，额头看涂骹，伊家己阁毋敢举手，
别人搁较免讲啊，紧举手，人举手我绝对，人举手我即摆绝对袂甲伊处罚，但是若无人举手，我早起就无要互恁食饭，要互恁徛到有人举手出来承认为止。金姑娘又搁滚，又搁讲，面仔显出一种真坚定的表情，日头豆豆啊按像。日头淡淡暗墙壁，升起到半天悬。大家人因为月的关系，大家因为妖的关系，特别感觉日头光的赤夜，一个拍着皮肤就袂输，若要碰拍相款。因一个目头角角，也拢听着腹肚枵甲咧滚甲的声音。其中上感觉痛苦的是彩虹。面仔青顺顺，规下头拢伫咧出汗，肥卒卒哪球的身躯伫咧转，袂输若搁饿1分钟，就要昏倒伫咧涂骹上款。但是内好犹原真固执，头咧看涂骹，一点仔就无想要举手承认的现象。照伫涂骹的影也愈来愈短，金姑娘也陪大家徛咧，只是伊无亲像学生安尼。行来，只是伊无亲像学生安尼徛咧无顶当，伊无甲10分钟就按队伍的即头捅去到迄头，搁过10分钟，搁按队伍的迄头捅来到即头。有当阵啊看涂骹的狗血，有当阵啊看天顶的白云。有一摆，徛伫咧内河边仔的涵桥，用手铐去绑内河，偷偷啊伫咧耳，偷偷啊对伊细声讲话。你若无爱举手，我行举牌啊去隔壁，搁踅3年啊！伊讲袂就是袂啊！迄敢是你咧讲的去？含笑含来好，又搁回复原地点睛，继续徛落去。彩虹是枵甲，伊润搁再润，最后实在是袂当搁润啊，就将手歪歪叉叉举起来。金姑娘真美丽，就举头。所有学生囡仔也一个回头去看金姑，但是金姑娘依然照往日啊叫大家唱《野荷花》，早起时你会当听到我的声，会10届念起。等伊甲10届念完，就搁回头甲第9届重新提出来对大家讲，毋通做假证陷害别人。即句话另外意思是讲，毋通讲白贼来害别人，讲话就爱老实，毋通讲白贼。做毋对，家己出来承认，那安尼上帝毋但袂惩罚你，会搁较疼惜你。今仔日红彩虹就是真好的模样，恁大家就爱向伊学习。讲完这个话，金姑娘就甲有备好的一本圣经故事彩色的画册送互彩虹，来奖励伊即种勇敢认错的勇敢行为，勇于认错。勇于认错，当然这应该是担输赢啊，当然有到种四字的固定的4字团，迄个勇，毋惊勇于认错的勇敢行为，对来咧。这互所有学生感觉要哭也毋是，要笑也毋是，啼笑皆非，应该是。要哭也毋是，无迄个气的意思，无迄个生气的意思啊。当然，笑无落来，要笑也毋啼，要哭也毋啼，要笑要哭。毋知要笑也要哭，所以就大家相像。啊，若彩虹是更较感觉A 到第4囝有苦难言，因为中文是哑巴吃黄连，毋过台语是咧讲 A 到第4囝。颠倒内好是感觉有淡薄仔后悔，后悔毋捌举手承，后悔无举手承认。啊，若无伊就会当得到迄本圣经故事的彩色画册啊，彩色画册绘本。册，照理他是画册啊，
当然可能有做淡水女儿的生活规律，而且先生对学生的管教真严厉。这间学校的名声就传到单头单尾，特别是对遐的问题之家，敢若想要互祖囝受中等以上的教育，又搁惊从外口学歹去。一个听到淡水女儿的高墙铁门、修女式的管理方式，也就趋之若鹜。趋之若鹜，兴趣起，兴处处，就是。台湾的差两字，所以差两字，我第一就是随会使找到后壁两字。所以呢，就是无学着讲，老实讲较袂出问题，而且是老实讲的问题比无老实讲的问题较细。较细就是做啥？经一个较无法大嘛，两害相权取其轻嘛，应该是安尼。春头壳遐春头金头壳遐，金头壳遐，金头壳遐，金破遐，金破遐，所以就是问题之家听到这种方式就真破遐想要去，一个一个甲祖囝送来淡水女学读册，所以进学校设立的第二年起。新入学的学生就逐年拢满额，学校的教室和宿舍也一年一年扩张哦，扩充。迄个扩充有哪起？无一定我就起遐紧啊，所以一下扩充、混扩，还是增加加起？扩充，叫做扩充，扩建，应该是扩建吧？因为迄也毋是大天道啊，随有诶要时间啊，所以因头一年等于是伫做口碑诶，做名声诶，所以做了到底了，就逐年增加，学生增加，先生也增加，金姑娘就比英俊都较无闲。即一个礼拜日来到淡水教堂做礼拜煞转来，又搁食过豆了后，雅信和几个好朋友伫校园内底散步。当因来到草埔的前方，才拄伫咧起新的教室，因为是礼拜日，金姑娘无允准任何人做事，所以即天店舅连甲半个工人的影也无。迄个新教室还搁搭真济，应该是阴架嘛，对无？就是还未起好嘛，所以伊讲搭木架，应该是阴架啦。毋过，即马当然是讲阴架，迄个时阵，要安怎讲？看卖先看卖阴架要安怎讲价，毋过阴架是毋是属于较现代词啊？我无确定。骹架、竹架、骹架、竹架，若伊讲的木架，
而且迄个时阵可能我会记得，安尼徛我先12岁嘛，所以1899年应该1912、1913迄个时阵，所以1912、1913迄个时阵可能大概计计是起2-3楼吧。若算讲进去看迄个记过，拢是记长的茶、木材，含各式各样。啊，若迄阵学校还未起以前，就发伫遐的老树骹，搁较伫学校还未起进前，就发伫遐的老树骹，囤一大堆用剩的砖仔甲沙石，来好忽然间双手一个拍，大声叫起来讲：咱来树仔顶起厝，讲一个赞成。所以乌羊含笑就起头去搬柴棒和木材，伫咧青仔树的大树箍起架设楼房，伊迄就是迄什么嘿？台南遐有一个什么树屋嘛，树仔厝。啊，即种伫树仔顶缘起厝，还是起瞭望台，还是讲起一个通好较侪人会使蹛徛迄种平台，是真侪人的一个愿望嘛。所以，遮个10几岁囡仔就想到这嘛。然后来好彩虹就去摕铁条和绳仔来做楼梯。伊是讲铁线，应该讲铁线，摕寡铁线和绳仔来做楼梯。月里和雅士就搬砖仔和石头和石仔来屯土骹贴个悬。大家也是无引起是，伊是讲无引起是敢有其他的讲法。七手八脚，这种数字的细腻，10骹5手，7骹8手，而且嘛是差足侪届，啊毋过读甲无好就爱记袂起来，可能要继续查。七手八脚，7手8腳，10骹5手，3條6臂，7手8腳，7手8腳。毋过这是应该是讲正人真无用就对啊，母仔真无用。开规半工的时间，总算讲伫迄丛大青树顶位，架起了一间骑楼。总算讲伫迄丛大青树顶搭一个柴棒楼平台。然后一个一个拢爬去到树仔顶诶，而且骑楼你感觉我感觉怪怪，因为咱一般咧讲诶骑楼，搭伫咧树仔顶遐诶平台，讲做骑楼，怪怪。顶仔骹、亮顶仔骹，这是一般诶建筑物诶部分啦。所以伫树仔顶诶遐个迄个物件，你讲平台还是啥，这是。敢是东北先迄个时阵，找无较适当的讲法，就会用即个讲法，扫马楼顶仔骹。所以即个伫树仔顶的即个部分，应该是爱好做。你讲骑楼，就是讲顶仔骹是咧是徛咧顶悬啦，所以有可能，当然有其他的讲法，什物五骹器，即个五骹器是敢若较古早的讲法条是安怎我毋知影，甚至照因即马咧徛的时阵，露台嘛，应该是即个物件，等于是有一个平台通好徛人就对啊。阳台，我感觉应该是，可能阳台的较，还是露台。露台，
欧阳永达，袂当，袂当，袂当。我记得是无可能是啥物货吧，所以话伫迄嘛是算较西式嘅建筑才会有诶。你若中国式嘅、古早式嘅，还是日本人改或者什么支那式嘅，就无即种物件，因为拢去一楼嘅，所以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爬去你树仔顶嘅迄个平台，伫咧台仔顶，过来啊，手舞足蹈。你讲迄个啥，雅信嘛是。听甲手舞足蹈的，所以手舞足蹈，欢喜甲。有咱在咧看过，咧吹，他手拢吊起来，还是欢喜甲。但我感觉因咧，若人无好势，可能会拢摔落来。我就想看迄个进前。若是雅信手舞足蹈啊，我敢若头看到出代志。我规个听个是安尼讲个手舞足蹈，手舞足蹈。真正是，好，放弃。先考起来再讲，有机会再来讲。这个茶，大家就安尼，淡仔真欢喜了，对，喜喜欢欢安尼。无啦，莺莺燕燕，莺声燕啼，就是拢是走欢喜到袂输。有无这种讲法？莺声燕啼，当中迄是咧形容因遐个，当然可袂真紧，伊即马咧讲因遐个声呢，忽然间唰一声，雅信大声哭出来，人毋知影啦，铁钉啊，甲人交破棍啊，迄钉啊无钉好诶款，所以讲是这个代志所在。说袂点点啦。小等才甲你补啦，啊，毋是啥物天大地大诶代志，这有啥通哭啊？含笑着真大声咧甲喊，雅信目睭泪落咧，总算讲无搁哭。好啊，咱开始来算办公会啊哦。来好看雅信无搁哭，就讲，就安尼讲，咱来算办公会啊。然后每一个人诶面扫一遍了，恁逐个人要做啥？我上大汉，我要做阿公。欧阳讲，你做阿公，安尼我就来做阿嬷，含笑安尼讲。彩虹就像咧讲，我要做老爸，刷落去无人讲话。来好啊，就看咧，对伊讲，你要做啥？我你歹势讲，我毋知啦。阿公有人做，阿嬷有人做，老爸嘛有人做，刷落去就是老母啊。你做老母好啊。含笑喙唇甘咧，文鼻仔笑，点点啊点头答应。啊！你要做啥？彩虹就问来好，我就来做媒人婆啊。若毋是我即个媒人婆啊，甲恁牵，恁即个新郎甲迄个新娘是要安怎变老爸甲老母咧？来好，讲咧，就原理小甲溜一下。所以即个囡仔嘛真正真厉害安尼。大家听完了就欢喜，笑甲真大声。彩虹也对人咧大声笑。原理就抽出手巾仔，甲红红的喙皮甲掩盖。我咧，我无意咧讲，落寞地说，落寞，因为伊是上细汉嘛，叫袂一字安尼，落寞，真叫，安尼免哪讲，毋知，俗。你哪有啥通做？啥人叫你要上细汉？你只有做囝尔，你嘛袂记咧歹势，怎笑出声？办公会啊，即马开始，来好真严肃，直咧讲。欧阳，你大声。欧阳行到台仔中，大爬2步，
西热迄个长喙手吼，囝仔热喙手安尼打扫规声。夜头看西边一片乌云，渐渐暗，然后就随对西方暗大青树这边摆过来，刷过来，乌云，乌云就不由自主，忍袂了，还是当然不由自主，怪我唔知影，不由自主。不由自主，不由自主，还有其他的讲法，正如洪教授，挡袂了，挡袂了，挡袂了。挡袂了，挡袂掉，所以过来打我来，然后就对西方，随西方大青树这边刷过来，乌云就挡袂了，就去树掉。天乌乌要落雨，即仔鱼要带某，鱼担顶下拍鼓，水蛤仔光叫大巴肚，产地掠鱼叫艰苦。等乌阳退下了，含笑就来到台仔中。伊翘骨用一支手机做拐仔，伫咧台仔顶洗跪咧，就停脚步。然后天就，这个真正唔知迄个什么意思？仰着天欠身，头伊稳固，搁看天顶，欠身，真正这个中国字我唔知什么意思。探心哦，探心，所以是心还是什么货？欠身，身躯探一下，小可徛起来，所以身躯探一下。所以伊就身躯探一下，看上天，吐一口大气。脚趾片哪会遮尔酸？伊咧结翘骨安尼嘛，家己用正手拳头母按脚趾片对过的，又搁腰翘骨，拐仔凸咧，搁细骨咧，忽然间徛直直，倒面看看，正面看看，问大家讲。我要唱啥？来好啊，就讲乌阳对只唱天乌乌，你煞袂晓唱火金鼓啊？看得天一个暗，火金鼓就满天飞啊！火金鼓就满天飞，喊笑就点一困啊，也感觉有理，所以以后就搁压落去，拍拼吐拐啊唱起来。火金鼓来食茶，茶烧烧配金蕉，茶冷冷配冷饮，冷饮会开花，有啊换冬瓜，冬瓜好煮汤，有啊换醋汤，醋汤要起火，九珍宝啊熬炊果，炊甲臭打咸豆火，含笑唱完就退了。彩虹也无人叫，自动就上场来到台仔中，头扫咧，唔知要创什么动作，就回头对内好讲。老爸就爱唱啥呀？你老爸也袂咧啦，未前做新郎是要做什么老爸啊？来好安尼讲，无新郎要唱啥？彩虹就又讲问，随在你啦，来好安尼甲伊唱高野蝉会使袂啊？高野蝉，好，那会袂使咧？来好讲，好啊，安我就来唱高野蝉，所以彩虹就开始唱高野蝉。好烈烈，好声大，好要嫁，好倒位嫁倒位，嫁茶西，茶西要洗头，嫁老狗，老狗要爬树，嫁和尚，和尚要念经，嫁宪兵，宪兵要出战，
嫁菜叶，菜叶真好食，嫁去食。彩虹就摕落，轮到月里登场，就还未讲话含动作，内好就已经咧下手，走来到台仔中话讲，还未做媒人，媒人就家己出来，这边哪会使？哦，伊个真厉害，安尼。讲到月里规个面啊红半边，水摕落，所以内好就去挽一片青啊树的叶啊，当做枪布戏。开始的是，因落头壳顶会自言自语讲的是媒人婆，要去替人做媒人。讲完就去到乌羊和含笑的面头前，向伊讲有一个新娘有偌水拄偌水，想要嫁互因做新妇，因毋知因敢有肯。乌羊和含笑答应了，就来到乌羊和含笑答应。所以内好就行出大厝的后庭，来到月里的面头前，伊带入去台仔中，甲伊牵互彩虹，又搁甲因两人牵去到乌羊和含笑的面头前，叫一声拜堂咯，就送因两个跪落，叫因乌羊和含笑磕头，徛起来又搁互相对拜。才甲因送台仔后，搁那话讲洞房咯。画完洞房，就内好就引导大家唱新娘歌。新娘新当当，新娘伊是啥新哦？阮细汉讲新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头前开点汤，后壁卖米芳。所以即种囡仔歌的囡仔歌有足侪种讲法的。伊是写新娘新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头前开点汤，后壁卖米芳。阮是唱新娘水当当，裤底破一空，头前开点汤，后壁爆米芳。啊，当然爆米芳是要放来卖啦，伊咧讲卖米芳嘛算合理安尼。新娘歌唱煞，来好就话讲生囝咯，所以老爸和老母就出现伫咧台仔中，彩虹就牵月里的手铐来到台前，月里手抱用手巾仔卷的鞋仔，迄个乌羊煞就放一支茶叶做腰床，月里轻轻仔甲鞋仔放咧腰床顶，内好就咧后面囝鞋仔声，囝做鞋仔的哭声，哇哇哭起来，月里就暗心来甲伊疼惜，又搁腰床，就搁腰床。唱一首摇囝歌，婴仔硬硬困，一暝大一寸；婴仔硬硬笑，一暝大一笑。摇囝日落山，抱囝金金看。囝是阮心肝，惊你受风寒。才甲摇囝歌唱煞，来好就话讲，婴仔大汉咯。话完来好就去就去看雅士，看游园徛伫台仔角。看人搬戏，看甲戆面，应该是戆面吧？看人演戏，看甲入迷，一点仔动静也无。来好就话讲，细皮换你咯，出来做囝哦。雅信听到来好咧甲嫌，才雄雄徛起来，来到月里的面头前，伊的啥怀里哦，这个怀，台语安怎讲？因为所以可能要讲腹肚，迄是一个算言心意吧。就是讲有阿母咧抱鞋仔嘛，抱鞋仔。有啥物通好讲的咧？敢拢无直接这个词几个抱带胸前，抱带胸孔安尼，
暗嘞，所以暗嘞。那么暗嘞是看啥的动作？抱嘞，暗嘞。叫安妮啊，安妮啊，阮巴肚枵啊，要食物件。所有人就拢笑起来，来好笑一个上大声，讲：吼、看你这个细皮，搁遐尼咬塞奶，搁遐尼咬塞奶，安妮啊，安妮啊，阮巴肚枵要食物件，遐咬塞奶。雅信也无去插伊，继续甲外里抱咧。面仔激出爱娇，搁惊巴肚枵的表情，所以外里就叫彩虹去摕物件来互雅信食。才食完，雅信搁塞奶叫起来：安妮啊，安妮啊，阮巴肚疼，要食药啊！所以外里就叫彩虹去叫医生来，彩虹就去叫来好来做医生，来甲雅信赞美，开药啊，互伊食。药啊食完，雅信就随个噗噗跳伫咧台仔顶踅一下，忽然间停落来，翻头就问来好讲：做囝就爱唱啥？拢会使啊！来好讲，草莓仔讲好无？来好讲哪会毋好？雅信听完就拍一个手，伫台仔顶徛直直，就开始唱。草莓仔讲穿红裙，要去倒，要等船，船倒去，船弄破，船片倒去，船片烧糊，糊倒去，糊袂匀，匀倒去，匀娶某，某倒去，某生孙，孙倒去，孙顾鸭，鸭倒去，鸭生卵，卵倒去，卵请人客，人客倒位去，人客咧放尿，尿倒位去，尿咧压菜，菜倒去，菜开花，花倒去，花结籽，籽倒去，籽转油，油倒去，油点火，火倒去，火互老公仔分分花，老公仔倒老爸听。雅信伫咧回想哪里讲，啊，恁迄个做牧师的老爸倒位去啊？来好就真赶急咧甲问，伊早就死去啊！雅信讲咧目眶红红。伫时有人低声咧暗仔问，煞毋知影是啥物人。阮3岁时真比进前的点钟搁较凄凉，歹忍受。即个时阵，大家才发觉到头一片树仔咧摇，风伫咧吹，忽然间几片仔叫落伫咧每一人的身上，虽有袂输那珍珠大的雨点，也叮叮当当拍伫咧每一人头壳顶。来好就叫西北好来啊，紧来走哦！来好一个讲煞，就大声跳落树仔骹，宿舍冲去。其他的人也对推落来，头暗咧走去。雅信上后壁无甲1分钟，规校园所有的学生走啊拢无看影。第2天是拜一，大家伫咧礼拜堂做完早天礼拜，当当一群人拄要离开礼堂去到当要离开礼堂去教室的时阵，金姑娘忽然间甲学生囡仔所有的先生，等所有的先生拢离开了后，伊才开嘴对学生囡仔讲：今仔日有一项代志。早起我伫咧巡校园的时阵，有看到迄丛树，青仔树，树仔顶绑一寡插板，还佫有楼梯，佫有锁仔。迄是啥人绑的？所有人拢点点，连叮当都毋敢。金姑娘的两蕊目睭大大蕊，伫咧每一个人下面咧顺，敢若看到每一个人拢喙唇压咧，喙唇闭咧，头垂落，毋敢含金姑娘的目光相接。伊看无人敢应，就按台仔顶行落来。行来到坐咧上头前，雅信面头前对伊讲：雅信，你讲是啥物人绑的？阮逐个人绑的啦。雅信就撩一下金姑娘一眼，真恬静伫咧回答。颤巍巍，颤，就是毋知咧迄个，当然
那是不是上细密的，所以伊也微微然迄个微。没错。淡薄仔共款。你哪会要伫树仔顶放咧？啊，着要起厝啊！起厝要创啥？要办公会啊！有人做阿公，有人做阿嬷，有人做老爸，有人做老母。啥物人做阿公？乌羊，毋是啦，乌油。啥物人做阿嬷？含笑。啊阿爸咧？彩虹。啊老母咧？原理。啊你做啥？我着上细汉，我做囝。金姑娘听完，感觉眼神会达真古锥，就不笑一声出来。大家看金姑娘笑啊，气氛才较凝固，无搁亲像拄则遐尼紧张。也对金姑娘偷偷笑出声，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啦。万不然若按树仔顶摔落来，看要安怎？金姑娘忽然间搁顶一个真严肃的表情，真严厉伫咧讲。伊个人真正毋知影风险啊！呢，大家就又搁甲轻松的心情收束起来。等待金姑娘搁发作的暴风雨，却想袂到金姑娘啊！恁还搁遮尔细汉，就咧想即款代志，要做老爸，要嫁翁，要生囝。伊金姑娘应该是20-30岁吧？啊，是还袂嫁翁无毋对，啊，毋过伊想到遮个囡仔竟然想到遮个代志。讲到遮，金姑娘就点点啊，伊忽然间就背向大家，对礼堂的12家笑甲弯腰，伊继续咧笑，放声咧笑，hysteria 笑袂煞，笑甲连目屎都挤出来安尼，所以这真正是叫啥气痛论，也好气也好笑安尼，要笑也毋是，要哭也毋是，啊，反正安怎讲？总是囡仔时代伫做遮个代志的时阵，书当时强在是好耍啦，因为这换那嘛是一种模仿的行为嘛。啊，毋过是好加算，我着讲好加在，我本来了做我出代志，啊好加在无出代志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即个《龙德山》第2部曲倒读到第14集，但是先读到遮，因为后壁迄个有够长的长安尼，可能明日